哇，俺太个水佛。冇唔错，佢哋爱去嘅强固体系，写学嘅唔是4000去海顺哦。佢当认真呢，他是在切柳丁吗？也是美国嘅主厨哈林羊，佢哋老榴莲切做西蓝嘅。哇，这只条的自己做乜嘅？冇，佢哋出家嘅时节啦，我一只细阿哥救起来，出家过后，佢哋就变做好朋友了。这也是暑假活动吗？佢条看起来多艰苦。也是美国监狱嘅哈林羊，本细学嘅老坐龙嘅阿爸见面。还个有当到其他辛苦嘅出家哦，向下来看下去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熊一奎，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社会史科普。社会史科普，了解礼拜都批出结束之前，同你大家都认识世界各国的社会，佢哋批出做到乜嘅新闻演说嘅嚟現場嘅世界來賓係柚子，大家好。各位看到係小亮，大家好。昨天第三屆小魚，大家好。頭一排都參加呢種新形態嘅年來賓，係小屆我會飛，大家好，來。欢迎四位，谁可以分享一下你暑假在做什么？玩电脑跟玩手机，参加活动，在家里读书，玩手机跟读书。来，究竟其他国家的小孩佢哋係做啲乜噶？要比 NSO 下神奇啲有冇？看我嚟看呢個禮拜，社會看世界。譬如發同嘅頭一題，要從 New Stock 圖案呢係哪隻國家 ？Where is it？ 美國。OK， 他們的小朋友做什麼？請看題目。請問佢騎定重重嘅棍呢，會做乜嘅喏？第一，靠南牆；第二，當定南牆；第三，在南牆。四小，請出示答案。OK， 例如说篮球就是要投篮得分，然后就是才可以赢嘛。对。可是有时候我不太喜欢按照规则，所以我会觉得说他可能是拿着一个杆子，然后别人要投篮的时候就是把它挡出去。如果没有挡住得分的话，就是他们赢；然后如果他挡住的话，就是他赢这样。哦，所以这个关键在阻挡有没有成功。然后挡住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要挡住的话，他那个人不一定是要站在篮筐底下，然后敲击篮筐的话，就一定要靠近篮筐嘛，然后可能比较在里面敲会比较可能。我也飞讲过，就是对我也觉得我认同他的观点，就是看后面一样，就是看后面他没有像是可以移动那一种。但是两位讲的都是底下这个是插在水泥地里面，那可能是上面那个篮筐像篮球对，机没办法移动篮架，但上面上面的篮筐说不定可以动吗？可能投进去的时候比较有难度吧，可能就是移一下。哦，他快要进来，把它移过去一点，移过来一对，点。像那个卖场里的游戏机。哦，所以他是会跑来跑去，但这个是要手动把它让它跑来跑去。大家有发现他在拿的那根杆子有什么特色吗？有点像钓竿，眼睛看不到的人拿着拐杖。那叫什么？导盲杖。导盲杖。好了哈，就悬疑到这边，我们请 New Stock 解答。请看解答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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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牌子先收起来，只有柚子可以拿出球。刚才我刻意问你们手上拿的那一根是什么？小鱼讲说像是看不见的人拿的这个导盲杖。你看不到的时候，你假想你要怎么样知道篮筐在哪里？用声音来辨位，听音辨位，大家就是敲击篮筐，让他知道哦，我投球大概投哪一个距离，哪一个方向，大概出多少力。我们看下一张照片好不好？确实，这样的暑假活动是让这一些视障朋友，他有可能是完全看不到，有可能是视力比较弱。那如果是棒球，你觉得要怎么样让他知道棒球在哪里？球会发出声音。
没有错，他就是利用那颗球。棒球除了打击还有什么？接手背，对不对？所以手背的人他也是一样，球来了，你只能靠听声音听音辨位。我们来请 News Dog 做更详尽的解说。做乜解记得喺貼皮佬看唔到嘅 COA 舉辦體育夏令營呢？冇，因為平常時啲學校欣賞小記條會衝送，故所啊當到發通記條啊就做唔嚟參加。唔過啲入面要專業嘅人自拖記條，沒有 TPV 記條設計嘅拖起記條啊就有機會體驗得中體育發通了。做乜解記會來電數嘅走啊？冇，因為記條木做唔好，走嘅時節啊會當緊張。故所啊就設計咗一條索嘅，本記條來電走，安尼就唔驚走出跑道，衝到東西就做得風勢起飆咧。記得看唔清楚，還願意嘗試這些活動，我知道記得真勁動勇敢。錯啊，就像一輛3倍寫嘅。木主看唔到，唔過做唔得冇夢想哦。我好奇請教一下，这样的一个視障夏令營對你們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嗎？你們之前有聽聞過嗎？没有。没有，你第一次聽到這樣的夏令營，像現在你的感想是什麼？身障的朋友也可以像我们一样正常的做运动，不用怕在学校可能就是不敢做什么事啊，那他们在那边就可以尽情的享受一般人享受到的事情。就它不是不只有视障的人是可以参加，一般人也可以去参加嘛，就是可以让你体会到他们的感觉，视障朋友的感觉。或是他們的不便，你對更能夠設身處地的為他們着想。嗯，來，加油了哈！3位小哦，只有第一題而已。我們繼續看，那你從體圖快去看。Where is it？意大利來看這隻靴子上有什麼題目呢？請問佢哋抗議乜嘅喏？第一，政府講做唔得養寵物；第二，青島嘅寵物本人獲體咧；第三，你屋下知道當無聊呢？請出示答案。兩位，很好。我们大量宠物被弃养，然后所以有一个职业叫捕狗大队，所以产生了，就是他们会把狗捕抓起来，然后到一个地方集中，然后如果就是可能7天或是14天以内没有人领养，就安乐死。然后那段过程就是会把它放在笼子里面。然后因为我小时候蛮喜欢狗的，所以就会关心类似这样的新闻，然后看到这个关在笼子里面，然后就觉得说可能是这样。因为他就感觉像是在家里，然后关在笼子里面，然后你想出来，就很像监狱里的犯人一样。你們放暑假會有這樣的感覺嗎？不会，不会啊，反正是喜欢待在家里。如果沒有電腦跟網絡呢？哦，那你就出去啊。來，小亮為什麼選待在家裡好無聊？第一，我是覺得政府不可能不給他養寵物。第二，棄養跟關在籠子裡感覺像是不同的事。雖然我會非常也有道理，可是我覺得他如果是在抗議的時候，他會做一個讓人可以馬上聯想的東西。但是棄養跟關在籠子裡好像沒有，對我來說沒有辦法馬上聯想到。然後還有他除了籠子以外，還有項圈，所以就覺得感覺有被關注的感覺。從主題來看，今天的主題是暑期活動。活動。那你就1跟2比起來，你暑假不可能會去，你養2是絕對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是當捕狗大隊，或者是去認養寵物，就是比較不可能夏日你會做那種事情。跟暑假有什麼關係？對，沒有關係。暑假有空，所以去時間拿來抗議啊。可能是他一直有在注意這個議題，可因為暑假的時候有空，所以平常要上課，對不對？哪有時間一直去凱達格蘭大道？3是比較接近你暑假會做，然後可能就是要去看他那個被關注的那個鐵籠跟項圈，那代表他有被限制住。我一直很欣賞柚子，除了看照片、看細節，然後上面有任何的線索都不放過之外，不要忘了哈，每一次我都會講今天的主題是什麼。至少柚子回想起今天的主題是暑假。就是其實我一開始的想法，我也有想到暑假
活动跟待在家里好无聊。可是后来我又选2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待在家里好无聊，不是拿来抗议的事情，待在家里好无聊应该是自己的错。所以来，在我跟你们解说之前，我们先请 New Stock 给我们解答。答案是，恭喜我会飞哦。来，牌子收下去，你拿一颗球出来，刺猬的牌子。来，且听我说啊。我这太扯了。刚才2位的解说综合在一起就是解答。来，我请大家看另外一张照片，这个是意大利罗马市他们在暑期活动的时候贴的一个，就是像是宣誓的海报。罗马爱护动物，就是有点像 I don't abandon。我下面那句话就是我不弃养。外国人，尤其是欧洲、美国人、西方人，他们很多人都会选择在暑假出游。那有毛小孩的人，暑假出游的时候，如果你要出国1个月，甚至有些比较长、更长一点，那他们怎么办？所以有人会在暑假因此而弃养动物。所以那个小女孩，她就是想要诉求说，暑假了，人类想要去度假，想要出国去其他地方，但请不要在暑假弃养你的动物。好，那个抗议。不然为什么要弃养动物啊？啊？只是出去你玩而就每只已啊。狗只能养1年，到底养它意义何在啊？来，2位加油！女生们 ，Ladies, I believe you can do it。下一题，这太扯了，请看地图。我们也太衰了。刚刚可能你台的，你要讲到 Where is it？ OK， 或者我们讲韩国，对不对？来，韩国看什么题目呢？有请 New Stock。请问几张做题某个训练呢？第一，垂泪雅思训练；第二，骑沙包训练；第三，落下闸训练。请出示答案。自己衰成这样的。不会的，哪位？为什么是跳伞训练？不知道，就简单的跳伞下来，眼睛进沙冲掉而已，可能会有一些脏东西呀。OK， 所以你们都觉得他在冲他的眼睛，而不是在帮他洗头。OK， 他水根本没有冲到他的头对，而啊。是你可以用正常方式洗头，不是吗？对啊，他是用侧边，代表他是在那写他的。我跟着你的逻辑哈，跳伞比较容易眼睛进沙，还是扛沙袋眼睛比较容易进沙？红沙袋。除非沙袋它破洞。但是暑假你比较可能去扛沙袋，还是去跳伞？都有可能啊，没有，因为当兵。就各式各样的。你看他穿的衣服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是啊。其实他或许是一个军事的训练营、军事的夏令营啊。因为看他的衣服，我觉得蛮整齐的。因为跳伞是从高空上跳下来，会空气阻力会吹乱头发跟衣服。我觉得他的头发虽然说不整齐，但是也没有乱成怎么样子，所以我就没有选跳伞。我选催泪瓦斯，因为感觉他像在冲洗眼睛啊，而且他眼睛闭起来这样，感觉很痛。催泪瓦斯它刚用完的时候，毕竟还会有残留在，可能因为它是针对眼部，然后让它要催泪的效果，那它可能还会有残留的一些成分或者怎么样，可能在它眼睛里。我们来看究竟是小鱼答对了，还是根本没有人答对？又抢 New Stock， 答案是，恭喜3位，蛮直觉的。来，哟，现在小鱼加油，好不好？你来看小便很有没有讲？没有？你看刚从这个催泪瓦斯的房间出来的人的表情，你看得到前面2个人的表情吗？珍妮，珍妮啊，而且脸是涨红的，然后后面的人你看头已经有点冒汗了，在那里面是很不舒服的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他们出来的动作，像是在飞一样。我会飞，为什么飞？我也不知道因为你在那个空间里面，催泪瓦斯不会其实不是针对眼睛，是你所有的皮肤感官，它都会接触到，都刺激到。对，所以它的刺激不是只有针对眼睛，但是这里可能身体皮肤会冒汗、会痛、会刺激，它可能要散发扩大那个散发的面积，好不好？那实际怎么会有这样的夏令营？那还有哪一些其他的训练？我们请 New Stock。为什么暑假要参加催泪瓦斯训练？和电影一样哦。在韩国有条小学的，我哋暑假嘅时节去参加军事夏令营，当日都会动作匆匆，进行各种像啲做兵强用嘅训练咯。
比如讲冲云果，体能训练、走命训练。看起来动辛苦呢，他们怎么会愿意参加呢？有条小学的讲，记条啊是上爱变勇敢，让自家上爱来嘅。不过啊，没有条小学的是本野外送来嘅，因为记条希望小人呢做得创意嘅军人，变做糖状管化嘅糖化小学的。嘿，讲很矮，我可能不会变听话哎。夏令营一结束，就马上大玩特玩，睡到自然醒。好的咯，唔系韩国嘅小学的，冇啊，到寒假唔可能要本人送去训练了。来，刚才我们看到，其实他们的年纪跟你们差不多哈。会想要参加这种夏令营的，请举手。太我相信你。不是，如果他干净一点的话，我就去。如果他干净，而嫌脏嘞，你会分享一下你看到他们参加夏令营什么匍匐前进啊，然后顶挺啊，或者是在雪地里面，那可能是冬令营，然后脱光衣服在雪地里爬。你们有什么想法？好苦哦。干嘛做这种事？应该有爸妈逼的2/3都是爸妈逼的。是这样的吗？所以没有任何一项活动吸引你。很有荣誉感的小孩可能会想去吧。荣誉感，就是那种爱国之类的。有爱国心的。小鱼，好不好？我相信你可以的，加油！你看寒假题目就像 New Stock， 看去哪家题目？看完韩国，我们来到中东。来，我跟大家解说一下哈，这里是这个国家是以色列没有问题，但是红色圈圈的2个红圈的是巴勒斯坦。好，巴勒斯坦它被联合国承认是一个联合国的观察员，但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国家。那要问什么问题呢？我们有请 New Stock。请问基地大乜嘅讲？第一，大孔嘅出钱；第二，熱孔嘅中法；第三，熱部分來賣。4位小豪，请出示答案。小鱼相信自己，很好，1212。因为挖宝它不会大白天在这种后面还有房子的地方挖。这是坟墓。挖宝它给拍吗？你知道有一些习俗，有一些文化里面会让死者戴金银珠宝，对啊，穿华丽的衣服。他可能挖得到宝，但他不会在这种大白天，然后后面还有房子，然后还给你拍耶。因为其实一开始我本来就是打算直接放2，完全不想，因为我觉得说1跟3有一点不太尊重死者的那种感觉。所以你讲的1不尊重，是你的前提是底下已经是对埋有死者的坟墓。我就是想到说有可能是要帮别人挖坟墓，然后埋葬进去，我就是想到这一点，所以我才选1的。那里看对应的位置的话，那里应该还有一座坟的感觉，但是它那里现在是空的啊。挖洞种花感觉比较像是你要去祭拜你，就是可能是要表示尊敬或什么祭拜之类的，就是想要取悦死者之类的。来，没关系，大家都各有自己的观察跟这个解读。我们来看 New Stock。我好紧张哦。没关系啊，再怎么样也不会受到惩罚。答案是恭喜2位。一样的。我跟你讲，没有差别，没有差别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就算你答对了这一题，他也答对了，你还是要接受惩罚。所以你刚才你跟我讲的，这样画面看起来很干净，你可以拍到比较多的身体。我带大家再回去看一次地图，好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他所在的地方是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的关键。大家知道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关系吗？宗教问题。
他们会一直打，会打，会所以你就可以连接到战争会发生什么事，死亡。那需要什么？所以你看，年轻人暑期的打工，竟然是要挖坟，挖那个坑，让到时候办丧礼的人可以很顺利的把这个棺材放进去。那实际的状况，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些背景因素在里面。我们一样有请 New Stock 为我们解说。他暑假打工的工作竟然是挖坟墓赚钱，看起来懂辛苦。错啊！伫巴勒斯坦啊，有同多人因为战争才亡命的。据说有条的小学的就伫暑假的时节去牧羊打工，打工的来赚钱。记得要去伫做啥嘿？呀，看起来像修车厂。无正操哦，记得啊，要是利用暑假伫长茶厂打工赚钱，长好茶的，老茶的丢好来。伫巴勒斯坦有同多小学的都像记得穷样，因为物下穷苦，暑假的时节啊，就会赚到钱来打家风。有条人啊，甚至无办法转去学校，几年就伫打工赚钱，打工赚钱，打工赚钱，不。准备我强调一下，研究世界小学提出去的最重要的是乜嘢？是放松，放松。放松。放松。所有的小学都想要放松，到底天气条件的小学，你要譬如你要放松吗？以上是2礼拜的节目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好啦，精彩的节目下周礼拜六暗晡7点半，记得准时收听。社会实验部，拜拜，来。预备，我没有演到惩罚开始，请蒙眼投篮，没投进，今天我们就不离开。然后今天我会飞的工作，虽然你拿到最多球，你要引导他，请开始。1、2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高一点。3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加油，加油！不投我们不走。7，加油！到底在惩罚谁啊？8。他吧，哎呀，这是有抛物线，可是歪了。哇！再进啊！太棒！哎，很不好意思，其实今天惩罚的对象是最多球的，超难的。你们可以尝试看看，没那么容易。谁要尝试一下？谁去摇铃？没那么容易。哦，你要摇。你先试。啊，等下我先看一下篮筐。